咱就来看这个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第二阶段40万份的联署书，伫警方的协助下，互送到高雄市的选委会。罢韩的团体甲选委会清点了后，宣告罢韩的行动将要进入到第3阶段实质的投票。早起市长韩国瑜无公开的行程，国民党的市议员讲，罢韩进程就亲像国民党的山海关，国民党必须都要更加团结。抗议画面，大约看到400箱总共40万份的联署书，一套早对高雄市府凤山行政中心正面，由警方协助护送到选委会。罢韩团体甲职工伫现场集结了后，一路游行，大声喊口号。担心有反罢韩的人来抗议，警方执法警力一点仔都唔敢大意。其实2届联署书已经达到55万份，比大约23万份法定限制较悬，呈送40万份的联署书，这代表罢韩联署进入关键性的第2阶段审查。那进度顺利，上紧6月中就会当投票。就说我们在6月中旬的时候，高雄人将会再次展现我们民主的意志，一切依法行政，不可能会有偏颇的问题。那么高雄市府呢，基本上呢是绝对的尊重。总统议员出面呼吁罢韩之战，国民党爱展现团结。因为2018年是一人救全党，那2020年希望我们全党一起来守护高雄，来协助高雄。伫台湾宪政史上，这次罢免行动是针对伫咱市长提出的修例，创下历史，嘛继续考验韩国瑜要如何应对。